好，各位好。咁生命通會卷四呢，仲有其他部分論月令同埋日光嘅吉凶嘅。咁好啦，咁繼續講先論甲乙木嘅。咁啊，可能會分兩三部分去論呢個甲乙木嘅。甲乙春生，人卯月，喜黃金火是榮命，莫將水土推為用啊！谷直令催令一平，即係甲乙木喺正月2月出世，咁啊轉旺，咁啊最喜見金用金，咁啊成財。咁遇火用火呢，就另一個甲叫木火通明甲。水土啊好難用嘅，因為呢2個月佢哋都係休死。咁啊唔見金火，咁啊成咗催乾曲直雷象等格呢，都可以功名。咁用金時候呢，就唔可以見火，咁啊相交相戰啦。用火就唔可以見金水，都係相交相戰為忌。用金呢，就見水為喜喎，因為有水印啊。用火就一定唔可以見水啦，同埋金啊相交相戰啦。咁啊，甲木見庚金啊，辛金呢，咁啊就係一個出煞格或者偏官格。如果七柱入邊、4柱入邊有子有丑，辛金啊扶金嘅時候呢，咁啊旺啦，咁啊為吉嘅。如果金冇幫扶啊，咁咪輕啊，身太個官太輕嘅時候，遇火即係4處有火啊，又行火地，哦咁啊呢啲就忌運啊。辛金啊虛納，即係唔夠旺啦。虛納嘅時候呢，佢係常人嚟嘅，即係正官虛名虛利嘅。好啦，咁甲日見丙呢，就係我哋頭先講緊嘅通明木火通明象啦，一定唔可以見梟神同埋七殺。丙火見地支有火氣嘅，都一定要有火氣啊。咁啊，建議火，建議身旺啊，身要旺啊。為喜嘅，即係我哋講緊係印神啦，可以幫身啊。寅木同辰土可以幫甲日啊，咁幫身啦。行火地皆主富貴，即係身旺有丙，在行火地嘅時候，火運嚟講呢，就富貴啦。唔忌丁，唔忌最怕丙火啊，即係丁火係陰火啊，係唔忌嘅。即係見2個丙嘅時候，或者3隻丙嘅時候呢，反為太多。如有去配之神，亦不則定。即係話有丙辛啊，咁都要去，即係佢講緊去配之神啦，即係都定唔到個格局，即係好難定到個格局，或者定唔到用神啊，即係雜啦。4柱無官，專用食傷，呢啲都係講緊冇官用嘅時候，見丙火、丁火係食傷啦。咁啊，身旺啦，一定要見身旺啦。用火嘅時候，咁啊行火運呢，主名利嘅。咁啊，最忌水火金互相攻戰嘅。如果天干有透呢啲3個字嘅時候，冇去啊，冇配啊，咁啊都係一個下命啊，賤命啊。咁啊後邊嘅獨步雲啦，甲月申出月，庚辛江上逢，離官推富貴，坎地區為凶事啊。好啦，甲月下生，秋天出世嘅4、5月，庚辛帶水卻為宜，土神未月年金用，不透傷官貴可知。咁啊，萬文英喺樓下邊都解釋咗啦，咁都係用食傷啊，同埋財為用嘅。
如果冇火土露光，都係唔見火土啊，見金水咧，咁啊真係一個官同埋印啦。咁啊運行金水又得意嘅，之後有兩個用法，一係食傷身財，一係供人傷身。喺火月嘅時候啊，夏天嘅時候，好啦，咁啊用金印有根，就官印到力有力啊。咁啊寒冬則吉，即係要見生黃運啊。咁啊先係吉運嚟嘅。如果用若丙丁庚辛葫蘆啊，咁啊變咗一個叫做食傷啊、正印偏印啊，咁啊行西不吉嘅，因為你呢度咧已經係一個叫做偏印見食傷或者正印見食傷嘅時候啊，咁啊互相有相線啊，行西咁不吉，因為你個身都唔夠旺，你已經在行呢啲西嘅行運嘅時候咧，你個身更為衰地絕地嘅時候咁不吉嘅。專用丙丁，咁你專用丙丁咧，即係食傷啦，唔見金水為喜啦，因為冇金水相戰啦。處有比肩啊，行東大法，即係話咧，你食傷嘅時候一定要生要旺啦，再行啲生黃運咧先會大發啊！記住啊，呢啲比較奇怪嘅，你唔可以再行啲火土運嘅，因為你唔見金水，一定要靠啲比肩運。好啦，你再繼續講啦，戊己土干啊，財啦，財格啦，又冇水喎。其實冇水嘅時候，你透財星戊己土啊，行西啊，你雖然見到官啊，但係咧都以不吉離論嘅，因為你冇水。好啦，咁其實再講翻咧，其實喺呢度咧好多都要講緊你身旺，身旺啊先有運行嘅。其實喺夏天嚟講，甲木一定要身旺，同埋行啲身旺運。好啦，月見壬金兩路啊，即係官印啦，佢一定要行西喎。見官見印嘅時候要行西，同甲木相反。若是火頭行東發月，咁佢仲要如果你調翻轉啦，冇壬金啊，係火頭嘅時候咧，即係木火通明啊，行東啊發月都係行生黃運嘅。火無水，火焚其主，所以咧你要留意翻啊，火氣旺嘅時候冇水啊，咁所以焚甲嘅，焚乙木，焚甲木，所以乙甲乙二日咧喺夏天嘅時候最好用比肩。用火土不如見金水，用金水不如見火土，即係互相交戰啦。咁又金佢呢個有兩個命格，一個庚辛壬月戊日，另一個庚申壬月尾壬午啊。呢兩個命咧都係用金水嘅，以金水為用。咁丙辰月尾甲申己巳，丙寅月尾甲申月丑，呢兩個命咧都係火土佳吉命也。好啦，咁時間到呢度為止先，拜拜。